成日有朋友問永東巴士荃灣站究竟喺邊？等小編話你知。邊度買飛？首先要去到如心廣場1期1樓嘅中庭廣場，喺扶手電梯旁邊就會見到永東巴士嘅服務櫃台，呢度可以買飛同查班次。買完飛之後，跟住就要揾上車位。邊度上車？喺中庭廣場認住周大福，行前幾步就會見到左邊有部升降梯，搭升降梯到至層，對正係如心酒店大堂，向左邊揾到呢個自動門，小心梯級，行出嚟之後就係巴士總站，永東巴士嘅站牌就喺左手邊，好易認㗎。溫馨提示大家，永東巴士每日都有好多班車喺荃灣如心廣場出發，經深圳灣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口岸直達大灣區各個熱門城市。下次北上往返大灣區，嚟荃灣如心廣場搭車就識得去邊度買飛，邊度上車，即刻上永東售票官網預訂你嘅大灣區旅程。